大家好，我係 Populink 嘅 Cruz， 今日想同大家介紹嘅係距離香港站只有10分鐘車程嘅3房精品連天台單位。利奧坊海岸點樣喺有限嘅尺數入邊做到生活同空間嘅平衡？呢個單位就係一個好例子。客飯廳佈局分明，放咗4人餐台同梳化之後，成個感覺格外精緻，一啲都唔會覺得逼。呢種就係市區精品豪宅嘅開則智慧。廚房採用曲尺型工作台，配備咗名牌家電，實用性非常高。至於睡房方面，特高樓底足夠高度俾你做高架床或者地台收納，加上特大玻璃窗引入自然光，感覺更加通透明亮。重點係呢個單位附設一個私人天台，擁有一片屬於自己嘅天空，望住昂船洲大橋日落，心情可以放一放鬆。加上樓下就係奧運站生活圈，衣食住行都係咫尺之間，適合想擁有私人戶外空間，但又講求實際嘅精明買家。想知點樣用最合理預算進駐呢個九龍核心3房天台戶？留言 PL 送你一份詳細售價分析。